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：“子不养父，养子无益。”这是传统的观念，认为饲囝大汉，囝就应该爱友好父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益，利益的益，读益第4条。读益，这是读文音，益就是好处的意思。咱讲利益，是公众的利益，不是私人的私利。咱讲是公益，若是讲无利益，就是无益。若顺利，或做顺益；有益的朋友，或做益友。若是讲形容一个人长岁寿，会当讲是益寿。若讲时运，有一个词讲是益时益运，就是有好冇歹，无两好相排。这个鼻音读做益，像咱讲益人，冇人读做益人，就是对咱人有利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利益，也就是好处，嘛会当讲是好康或者是利头。颠倒变的词就是歹康或者是歹康。第二个词读做损益，意思就是损失甲利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迄阵讲阿明想要创业，长辈苦劝伊，袂当干那看眼前的利益，眼光都要有够远，爱全面考虑损益和品牌名声，安尼才会当久久长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益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做益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